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主笔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互阮搁一届透过网络来组织。未开始来分享进前，阮也要为着无偌久进前伫三峡所发生大车祸，才会受难受伤的人，甚至才会伫现场来看到即个车祸才会人因的身体、因的心灵，阮来祈祷。恳求主，你的怜悯甲面三甲伫地，你的大权能的医治也甲面三甲伫地。阮知影即个车祸的恢复，身体方面也真无简单。特别是伫心灵的恐慌，也恳求主你的平安来赏赐互因，也恳求主你赏赐阮有你的智慧，也互阮明白你所要教示阮、提醒阮，着爱遵行的。阮今仔日也要用新的界面同齐来思考你互阮的界面，也你的呼召，也恳求主你互阮会当明白，不但明白。也会当实际来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要讲新的界面咱先做来读啦，好无？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个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命令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好。最主要的经文会现伫即个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平行的经文有另外两个所在，以及即个约翰福音上落尾会交代安尼每一个经文咧记载，拢有伊无共款的 context， 就是讲伊的处境、伊面对的人无共款。比如讲马太福音，伊头前有交代讲，为什么耶稣会讲即句话这是马太较特别的所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直接讲到这个经学士来挑战耶稣路加福音较特别是后壁佫牵到另外一个譬如的故事，就是咱拢熟悉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因为迄个这个经学士为着要表达讲家己真对真熬，所以就过来问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了后耶稣才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譬如来问伊倒一个是祭司利未人，还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倒一个是伊的厝边当然，咱就知影迄个结果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所以伊每一个记载中心点拢共款，但是伊有无共款的处境，甲伊咧讲话对象，甲咱讲圣经写的要互读的这个对象无共款，所以伊的内容基本上有一点点差异，咱后壁会阁小可来分析啦来分析这个部分所以咱看起讲马太福音22章这个经文，甲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咧讲到新的界面，是因为法利赛人不满撒都该人去互耶稣基督，安尼甲伊回了后，伊就安尼无欢喜，然后佫另外伫边仔佫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结果，所以就有这个新的界面出来安尼啦所以你会当看讲，伫整个的这个新的界面，也是讲伫耶稣的传福音的这个边啊，有一群人有一群人，咱讲反对党啦有反对党就是你要看这是啥物人？祭司做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
有律法师吼，因拢是伫迄个所在咧挑战耶稣、试探耶稣吼。这试探上中心点的问题，诫命的中间倒一条上大啦吼。当然，咱知影伫新约咧讲的诫命，毋是咱即摆咧讲的新的诫命，吼。即个新的诫命的概念是耶稣伫即个所在，伫咧问答的即中间来整理出来。但是因咧讲的诫命是咧讲到伫摩西的诫命对10条诫对摩西的律法咧讲的即个部分。摩西律法有几条？拢总有613条。你若对出埃及记20章，咱前2摆咧讲这10条诫这咧这10条诫倒一条较重要伊好哪亲像伫这中间咧设一个圈套，要互耶稣你回答安尼嘛毋对，你回答安尼也毋对，倒一条较重要，拢毋对所以耶稣的回答足清楚饼仔重要咱新的诫命一样也相反饼仔重要这个就是咧回答用耶稣咱讲足有智慧的回答来回答因，互因无话通好讲咱时常看到即阵人定定去互耶稣讲甲安尼喙单变下狗去，无法度讲话安尼所以因想讲要互耶稣做一个真歹选择的因为伊当讲倒一条较重要，拢有问题因为其实真正的就是诫命拢变重要，拢是上帝互咱的旨意嘛所以因想要安尼来掠掉耶稣基督的即个话病啦伊你看无即个诫命你安怎所以咱知影耶稣伫受掠去伫即个受审判的时阵，伊的一个罪名足重要的除了是政治罪以外伊讲伊家己自称做王嘛另外一个就是讲伊是要来安那来叫人莫去遵守摩西的律法用宗教的即个角度是用即条咧甲控告啦所以因一直要挑战耶稣对诫命的即种认知但是咱知影伊无达到因的目标啦那正着安尼，咱会当去倒转来真完整咧看即个诫命的即个观念，互咱会当更加了解10条诫真正的意义足侪人讲10条诫是这种死的诫命其实10条诫就是生活的一个规范啦像咱讲伫19号发生的即个大车祸即个代志来讲即摆就是因为有人犯毋对，所以伊就开始来讨论讲70岁以后开车好毋好？所以法律就是要来规范人伫生活中间做了无介好势的所在，所以法律会增加袂减少啦基本上是安尼啦所以法律其实是一个生活很重要的准则，是爱活出迄个遵守律法的性命应该是这个精神啦毋是讲伫迄个所在安尼死法条安尼放伫遐安尼所以咱必须要强调诫命，毋是干那讲亲像法利赛人背啦，建校师用背要求别人尔定咱应该是诫命嘛，毋是用来试探人像撒旦伫旷野即个试探耶稣，伊拢嘛是引用圣经的话呢但是事实上，咱知影圣经的话是要来帮助咱伫生活，亲像迄个诫命共款启示录第2章约翰对士每拿教会天使所讲的，有一寡人掠做家己是犹太人，但是因却是撒旦会共党的因就是用圣经来咧拄耶稣甲撒旦咧试探耶稣意思共款啦但是耶稣基督伊就无共款伊用上帝的话来赢过试探，而且伊将这个诫命成做一个真重要。伊讲
恁毋通认为我要来废除改名是要来成全吼，要来成全是一个足重要的，成全就是去实践吼，去实践去做啊。咱讲交通法规不是参考用的吼但是一寡规定有真侪人拢家己当做安那即个警察无看到就好啊吼，还是讲无去互掠着就无代志啊。就今仔日早起阮去伫工地勘验了后阮就甲连长长了、进村长了，甲即个全球公司的顾问孙正长了，阮就伫遐咱的门口遐咧开讲。我就看到一个骑倒摆就来吼。即个人吼，其实我较早住伫旧礼拜堂的时阵吼，我就定定看伊安尼做差不多是逐工的啦吼。伊就乌倒摆头前就载一包粪扫。知影咱迄附近有人清洁队的遮个小姐先生伫遐扫涂骹，扫就会放2包左右会放伫咱的迄个电筒边差不多10点外，即个粪扫车会来载。迄个人拢是粪扫车要来进前差不多10分钟，伊就甲因兜粪扫起来遐等。伊敢毋知影讲迄袂使？伊一定知嘛？伊敢毋知影讲伫新北市要等粪扫爱去买粪扫袋伊一定知，但是伊就是要咱咧讲的挑战法律的底线啦。伊若无互掠着，拢无代志。伊就感觉讲我赚到了，我今天又赚到一个垃圾袋的钱伫咱的社会其实有真侪亲像即种的法律赛派、杀毒界派经学师即种的人存在拢有啦所以改名是爱用全性命活出来就是讲你一定爱活伫即个改名的内底，你才会当有一个新的性命的款式啦安尼来讲啦咱来看这个经文的比较啦对伫这个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我小可甲整理，我拄则咧讲马太福音有前因有前因伊的头前的原因就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来踢撒都该人的喙，因就自责然后好那亲像因就派迄律法师就对律法上熟的来考验安尼马可福音就直接咧讲到即个嘛是即个路加福音嘛是安尼当然重点就是咧讲到要安怎来挑战耶稣，倒一条是上重要，这是马太甲马可路加则讲老师，我应该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无共款的。咱咧讲的迄个处境所以伊的写的方法会无共款，然后就共款伫这所在，伊咧回答的，就是用生命记的改名伫讲的，就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种共款这伊用翻译的无共真甲全情我感觉这个全翻译较好啦全就是全部啦这是原文迄个字的真正的意思。真有当时就是感觉讲你只要尽力就好了都就没有关系。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讲你爱用全部我等下再甲解说这个部分好，所以耶稣就甲因回答用回答安尼就来耶稣的回答就是问伊问题嘛然后伊就来回答我拄则讲搁另外一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耶稣交代的命令就是爱三听爱三听这是接续伫马太福音咧讲的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三亲像爱听人然后耶稣伫遮讲，恁着爱彼此相听安尼这是伫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放伫新的改名的后壁安尼就变做一个很完整的新的改名的这个假释也是要求啦
好，咱来看吼，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听上帝嘛吼。所以咱看第一个讲，你着爱听上帝吼。对，第一个诫命来讲吼，第一个诫命，申命记经文4章29节讲，恁伫遐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时，你着爱尽心尽性来寻求伊吼。你若安尼时，着找会着。啊，这个回应啥物？这个我转来经文遮吼，这个回应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人咧问诶。伊讲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你知伊的问题拢对伫旧约咧挑战耶稣基督啦，所以伫遮咱来看，就讲你若尽心尽力来找，这就会找着。所以迄个经学师咧问耶稣律法安怎讲，其实伊拢知影，伊就用安尼条工要来挑战耶稣，要设陷阱啊，互耶稣落去跳安尼啦，所以伫旧约甲新约拢总出现安尼诶教导，听上帝爱尽心尽力听上帝，这拢总30几摆十诫中间咱嘛讲着爱敬拜上帝只有独一的上帝，袂当做偶像，袂当叫做借上帝的名着爱守安息日这是拢共款拢共款。听上帝就是咱咧讲第4诫头前这个咧讲的要求安尼所以伫这个内底咧讲这是上重要的伫个进前咧讲的种耶稣基督提到着听上帝，这是第一项，而且是个上重要的代志当然伊本身就是安尼嘛，伊定定伫新约咱看见讲耶稣讲爸找我来伊安怎遵守爸爸踮伫伊内面伊伫咧强调即个部分。若遵守耶稣基督诫命的人，嘛伫因的内面，爸嘛伫即个遵守的人的内面，就是会当得到迄个永远活。好哪亲像主祷文嘛安尼甲咱教示就是当咱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咱迄个上帝国就临在伫咱的中间啦所以咱知影这一群犹太背景的人，因真了解诫命，但是因用诫命。用上帝的话，用圣经的话，却是咧试探挑战人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提醒啦是一个提醒。当咱要用圣经咧指责一个人的时阵，批评一个人的时阵，爱真细致倒来思考这个部分所以马太福音基本上咱知影，伊是互犹太人的福音书，所以真强调这个观念也互因无话通讲所以事实上，耶稣的重点其实是放伫第2个啦。你若用路加福音来回应马太福音来讲，咱就知影，其实耶稣基督的重点是放伫第2个。虽然伊讲第2个也是共款，第2个也相仿第2个也3参像第一个最重要嘛是头一个第2个嘛边仔重要，所以无即个嘛袂使，无听上帝嘛袂使，无听人嘛袂使。好，一个题外话，顺续甲咱讲，当有人咧甲咱问一个话，就是讲，你看即个人毋是基督徒，但是伊做足好的代志，做慈善啦，替人起厝啦，替人扫涂骹啦，安怎？伊会甲你问讲，伊会当去天堂无？咱有当时拄着即个话，咱毋知要怎回答啦咱会当安尼回答，就是讲，照着圣经的教导，天堂是上帝遐的，上帝的家，耶稣基督为咱准备的。所以，若无听上帝，无捌上帝，亲像约翰福音14章耶稣所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道路活命，若无遮条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毋捌上帝，就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家咱安尼就真清楚啊！这是圣经的话，毋是因为咱讲所以咱若拄着无信主的朋友，也是讲咱的朋友咧甲咱挑战即个问题的时阵，咱会当安尼来去甲伊回答，
来去甲伊讲安尼吼，这是顺续讲诶代志吼。所以两项代志边仔重要，一个是听上帝，一个是听人。但是我拄则一直强调几若摆，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是咧强调听人这项代志，因为你若无听人，你袂当讲我是听上帝。吼，耶稣伫别个所在嘛捌讲过吼，你要去敬拜上帝诶时阵，你若想着你得罪你诶兄弟，你就影先甲伊解决。所以听人是非常重要，因为听人是咧表达你是有听上帝真正诶心，吼，是这个概念伫这个所在吼。马太福音12章31节讲，无搁再有比这两条会改变搁较大吼，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个希腊文第一个讲第一重要是讲伫这个进前吼，这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要成做一个选民，成做一个犹太人，也是咱现代讲，咱要成做一个基督徒，听上帝是一定爱，但是听上帝要安怎建立正确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你要听表达你听上帝的心，就是爱用听人来表达。所以你要听人之前，你就爱先听上帝，因为咱是对圣经捌上帝，嘛对圣经领受着改变，嘛对圣经知，咱就爱听人亲像家己。要用安尼来表明咱是听上帝，咱捌上帝安尼吼，所以上时伊强调听人嘛是甲听上帝共款的重要，这是马可福音甲咱讲真清楚拄则咧讲缺一不可啦，吼，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亲像好，咱跳较空呢，伫中国世代，伫天主教的体制内底有修道院，吼，有修道院，有真济的修士是一世人拢伫修道院内底，吼，拢伫修道院内底。马丁路德讲吼，即种的人毋是真正基督徒，所以马丁路德伊捌伫修院内底用苦行来反悔家己的罪，伊尾也讲我讲，这毋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伊就主张着爱行出来伫个外口，用听上帝的心来听人，安尼来改变教会，改变咱对真理的认识吼。所以咱知影讲，修道主义主张人爱甲上帝足好的关系，爱认罪，甚至拍家己，残忍的打自己，悔罪。其实圣经无安尼甲咱讲啦吼，圣经来讲，听上帝爱亲像听人共款，要怎听人，就爱听人亲像家己吼。所以迄个听家己嘛是足重要一个基础吼。听上帝甲听人缺一不可吼。好，伫遮咱就知影讲，路加福音咧讲的是听厝边啦吼。好，伫遮咧讲着讲，你着爱安怎听上帝吼。伊讲你爱先尽心吼，又讲有诶经文讲3项啦吼，有诶讲4项，所以牧师就甲即4项拢放伫遮来讲吼。原文伊讲诶意思，第一个尽心就是讲 heart 吼，咱时常着伫迄个男女咧交往诶这中间，咱有听过迄种故事讲，你有爱我无？有哦，我足爱你诶，无你心挖出来，我看你偌爱我吼。迄个心毋是即种心中的心啦吼，咱知影心代表是啥？心代表生命，你若无心脏，你绝对无生命嘛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伫原文的意思，心其实是内在的一个生命吼。咱台湾人咧讲心吼，讲你爱用心做代志吼，迄个心是咧讲心思意念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了解即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内在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意愿吼。你得爱用你全部的心，付上你的心来爱上帝。这个心若讲做是生命，就是讲付上你的生命来爱上帝吼，用你的生命来听上帝吼。好。原文的翻译是安尼吼 ，with all your heart， 伫这个 heart 单数嘛吼，咱知影就是这单数就是讲用
全部你的心、你的性命，无论是你讲专心啦、专情啦、专力啦、专意啦，吼，拢共款。其实就是讲，即个有诶翻译做一心一意啦，吼，你敢若想即项代志啦，你敢若想听上帝即项代志尔，吼。现代中央日本翻译叫全心吼，这我较爱诶翻译吼，因为迄是较甲原文较接近诶意思啦吼。好，真性吼，原文诶意思是说，就是讲咱用灵魂啦吼，啊灵魂嘛咧讲性命。你讲一个人无灵魂，伊诶性命敢若行尸走肉嘛吼，所以灵魂嘛是咧指性命。你注意看吼，真心嘛是咧讲性命，真性咧灵魂嘛咧讲性命啦吼，嘿啊，咱知影伫圣经诶内底吼，就是安尼咧讲着迄个性命吼，啊，伫创世纪诶经文嘛是安尼讲吼，这是爱，就是共款咧讲着性命吼，啊。这个真性这个字吼，是这个字啊，伫遮是翻译做性命吼，就翻译做性命。好，讲为着你的性命，你毋通逃命，佮嘛毋通，你都爱逃命啦，毋通回头啦吼。拄则这个经文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吼，所以甲伊伫生命记6章50的这个专情，这个是共一字哦吼。这是咱若无去对原文去思考的时，咱就毋知影讲哦，这原来是共一个字吼。所以这个专情的情，这个灵魂嘛是咧真清楚吼。列王上卷第2章第4节翻译吼，伫这所在讲，你的子孙啊，谨慎家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来行伫我的面前，就无断人不断的人吼，会当坐伫以色列的国位啦吼。所以你的子孙，你若遵守，用全性命来行伫上帝面头前，就永永远远吼。耶利米书32章41节翻译讲，爱专心一意吼，专心一意，就是用全部的性命为着因来谋福利，还是讲祝福安尼吼。现在日本的翻译就是共款吼，嘛是尽意啦吼，这一意甲尽意意思也是一样的吼，共款的字吼。后来尽力尽力就是用你的所有的能力。咱定定咧笑一个人讲吼，迄人搬物件搬甲平平惨，用伊食恁所有的力就是讲自出世以来咱拢用出来，意思就是讲用了全部的力量的意思啦吼。全部的力量，到你如果没有力了，你就死了。这其实嘛，讲甲上落尾嘛，伊嘛是咧用性命啦吼。尽心尽性尽力吼，就用全性命来归向耶和华上帝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吼。马可福音12章30节讲，你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是4个的吼，同时出现的吼。尽性甲尽意很接近啦吼，很接近吼。伫这个所在有翻译做灵魂有翻译做你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你的 mind， 甲咱第一个咧讲的尽心，佫有一点仔类似，有的翻译会有共款的意思吼。其实讲倒转来，无论伊咧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倒一项，其实拢是咧讲着爱用全性命来听上帝吼，用全生命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这是伫以色列的原文的语言咧表达的吼，就是讲 with all， 将你所有的、你全部的，咱若要讲，就是咧讲着耶稣咧讲迄个伫圣殿内底、会堂内底，迄个寡妇所献的2个钱，咱知迄2个钱基本上就是伊生活的全部。伊用全部来奉献。另外迄个有钱的人是伊落地内底剩的银角会甲落入去安尼。所以这是无共款的部分。虽然迄个有钱的人伊落地内底银角比这寡妇的2个钱较济，但是耶稣讲，这个人伊是真正听上帝，因为伊甲全部来献予上帝大概是这安尼的思考啦
第二个部分就是新的改名的第二届，就是听人吼。嘛即两项拢毋是耶稣会特别的教导啦吼，但是耶稣甲即个改名的中间，甲伊浓缩起来吼。上介早出现的经文是伫利未记19章18节吼，我捌甲咱分享过，即段的经文是我硕士论文写基督教伦理看对待，我用即个来做我的即个论证的一个信仰基础安尼啦吼。好，就是讲毋通报仇，就亲像迄个10条诫改名，还是讲摩西的律法，伊拢用禁止的吼。不可这样做，你不可这样做，像即摆讲红灯你不可行安怎共款袂使，就是一个禁止，但是伊最主要是要爱来后壁积极的一个改变，就是爱听人亲像家己爱听人亲像家己。咱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安尼就是讲伫即个伫旧的改名中间，真少看到较积极正向的要求啦爱听厝边，爱听人亲像家己，其他拢是用禁止的不可比较多好，旧约中间咱常常看到禁止你袂使安怎做，袂使10条诫的中间第5诫到第10诫就是安尼毋通求你厝边啦毋通偷窃啦，毋通杀人啦安尼。马太福音第5章17节18节耶稣讲，我拄则已经有引用即段经文，讲毋通想讲我要来废掉律法甲先知，我毋是要来废掉，是要来成全即个成全的意思是，你爱去甲伊完成伊讲一点一画也袂当废除。虽然耶稣讲的足精简、足短但是伊甲所有改名的精神拢包含伫迄个内底亲像保罗嘛有讲咱上存的只有真善美毋是啦就是讲信心、仰望、听从三项听从是第一大的啦所以咱知影即个相反伫原来的意思是讲亲像安尼 like it 佮另外一个翻译叫做equal 平等我常讲用即个天平放伫遮啦你知影你若咧卖黄金是卖较贵重的宝石的时阵即两边袂当有一边较重啦袂当有一边较重你若砝码较重表示你欺骗人，你若物件较重就迄个卖人就了钱所以即两个就爱足平共款。你听上帝甲听人亲像家己是平仔重要，拢爱做平济，因为你做听人亲像家己，就表达你是听上帝遮尔济所以耶稣其实咧表达你后壁即个足重要的代志。咱主要讲用路加福音的经文来看，耶稣所要强调的是，你得爱听人亲像家己的厝边，安尼听人亲像家己所以耶稣足有智慧咧回答因啦用问题来问因，互因家己去回答讲到尾来就喙拢掂去啦所以因有宗教的热诚，有背圣经的热诚，但是却欠过种听人实践的精神啦听人实践的精神听人亲像家己，就是讲你得爱甲你听家己同款的标准来做，这是上帝互世间人的标准。你毋免伤济，毋免亲像耶稣牺牲性命但是爱听人亲像家己像圣餐的这个改名咧讲，着安尼行来纪念我。当咱有听人亲像家己，就是表达咱是听上帝，用安尼来纪念上帝所以伫这个新的改名中间，咱会当看真清楚啦有真济现代拢是咧违反迄个上帝的旨意啦咱讲伫武汉肺炎了后加州即马加州已经足歹徛起啦
除了厝真贵吼，全美国油钱上贵的嘛是伫加州啦吼，毋但安尼尔吼，迄个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即个监狱内底吼传染足严重吼，所以伊就拢甲迄个犯罪的人吼拢放出去，放出去了吼，开始足侪人犯罪呢，要安怎？伊当啊甲迄个犯罪标准变悬，你知影？950块以下，你敲电话去警察，警察无去插你。950块偌济钱？咱用1,000块算吼，即摆台票较贵啦吼，大概3万块台票吼，拢袂去互甲你掠去，也袂去判刑安尼啦吼。所以有诶商店吼，到尾啊吼，一块纱文伊嘛甲你标950块美金啦。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你若甲我偷摕任何一样物件，你着爱，我着会当报警察安尼啊吼。这已经足变态诶一种咱讲行政也好，还是讲政治吼即个商家嘛只好安尼来变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情形内底，咱就知影讲即个律法其实毋是咧规范人做好，颠倒搁宽容互迄个歹代志吼。但是咱知影改命律法是要叫咱来做好，即个好是因为咱疼上帝，所以咱的性命得着改变，得着改变，对伫疼人来证明咱是疼上帝。如果咱拢有即种的心，你嘛袂去偷摕迄个别人的物件，亲像10条戒改变讲毋通偷摕嘛，咱若拄着有需要的人，我讲落底仔认出来的钱，无拄比迄较少啦吼。所以当两个拢无法遵守法律，还是讲无法度遵守上帝改变的时阵，会愈变愈差啦，会愈变愈差。咱若遵守上帝的改变，用疼人的心，咱无需要律法，因为咱的标准比律法较。一般的律法啦吼，我咧讲一般的律法，咱比一般的律法较严格。咱嘛知影袂当偷摕，咱嘛知影拄着遮个可怜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咱会去帮助吼。这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吼，两条路。伫即个中间咧讲着先知甲律法的总拳头吼，先知是咧讲上帝有言甲即个教示的人，律法当然是咧指摩西的律法。所以伫旧约的传统内底，就是用即两个做主体，就即两个做主体，就是先知甲律法，即两个嘛是伫变魔山顶是安怎耶稣会甲两个一个先知的代表，一个律法的代表。做伙出现，这就是一个显现讲耶稣就是先知的总拳头，律法的总拳头，咧表达即个物件啦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对犹太人来讲，迄个先知甲律法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耶稣伫遮嘛真清楚来讲，这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袂当去改变。亲像伫马太福音5章所讲的，嘛袂去甲消除，一点一画拢袂去消除，拢着爱遵守遵守所以伫改变上到尾，咱搁来看一个，就是讲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共款，恁也着安尼相听，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所以想出一条新的改变，互咱就是要爱互咱去遵守伊伫即个所在讲真清楚恁着爱去遵守，恁着相听，这是一个遵守所以咱咧讲爱听上帝的话我较爱迄个台语的翻译啦。台语的翻译讲着爱听叹听叹即个古早台语的翻译安尼听叹是讲听以外，阁有尊叹、遵行的意思啦听上帝的诫命，听上帝的话这只有听而已亲像古早的宣教师咧讲来听道理所以足侪基督徒拢听道理尔
不是哦，爱听谈哈。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实践不是那么容易哦。呃，这个当咱知影讲，这会咱的身躯边有一寡人需要关心的时阵，咱要安怎用同款的心情去甲因关心吼，用听家己的角度方法安尼吼。好，所以伫这个耶稣伫约翰福音上落尾这个新诫命的尾啊，咧讲的这个听上帝甲听家己听人亲像家己，这是上重要吼。宣告这个新的诫命的内容，就是要爱互咱去接受吼，留落典范，伊对世骹对伫这个留落真好的典范，来互咱来彼此相听吼。所以基督徒的命嘛是安尼来的。咱定下讲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你若用迄个 Christian 吼，就叫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你若咧讲是应该安尼吼，基督徒是尾啊才翻译做基督徒啦吼。但是就是讲，当初是引用希腊文咧讲着，即阵人伫安提阿因的生活。吼，因即阵吼，就是照耶稣的生活方式，所以因家己其实是咧甲因笑啦吼，笑讲即阵吼，拢就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啦，照伊的生活方式，所以了后才翻译做基督徒吼。所以咱要被称作基督徒，迄个意思就是，咱着爱有耶稣的典范吼，来彼此相听，彼此相卡。上帝国亲像伫地面上，这是主祷文讲的吼。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面，亲像伫天里吼。咱讲伫教会也好，伫咱的生活也好，咱拢会当成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吼。甲你问讲教会是无形的啦吼。无形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展现，就是讲你爱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这就伊讲这叫做真教会啦吼。这是加里门对伫这个教会伊的教会观的迄个款式吼，所以信徒爱活出上帝教导的款式吼。咱知影讲这是诫命。伫耶稣甲咱讲着讲，即足重要，听上帝甲听人是拢共款，所以咱着爱实践。当咱有实践的时阵，众人要对安尼知，这是一个见证吼。安尼，咱着爱来成就伊所交代咱的代志吼。做学徒，做一个学习的人，来跟对伊的骹步来行咧吼。好，以上。有人要分享无？后是要问，所以若要甲新的诫命甲10条诫放做伙，就是1到4诫吼，第1诫到第4诫，就是咧讲听上帝。我主张是对第4诫后壁吼，一直到第10诫是听人吼，听人亲像家己吼。所以你看我是安怎要主张甲第4诫后壁，比如讲吼，你着爱守安好日，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你爱互你的后生查某囝，你的女婢、奴仆、出外人、精生嘛，得到安息啊。这是爱人如己的精神，不是吗？所以咱就知影讲，迄个诫命其实耶稣伫遮用足简单的方法，甲伊浓缩吼，甲咱提醒安尼嘿。有无？无吼，要结束之前，我小分享者啦吼。咱今仔日我先甲录音关起吼，是咧。
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主笔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互阮搁一届透过网络来组织。未开始来分享进前，阮也要为着无偌久进前伫三峡所发生大车祸，遮会受难受伤的人，甚至遮会伫现场来看到即个车祸遮的人因的身体、因的心灵，阮来祈祷。恳求主，你的怜悯甲面三甲伫地，你的大权能的医治也甲面三甲伫地。阮知影即个车祸的恢复，身体方面也真无简单。特别是伫心灵的恐慌，也恳求主你的平安来赏赐互因，也恳求主你赏赐阮有你的智慧，也互阮明白你所要教示阮、提醒阮，着爱遵行的。阮今仔日也要用新的界面同齐来思考你互阮的界面，也你的呼召，也恳求主你互阮会当明白，不但明白。也会当实际来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要讲新的界面咱先做来读啦，好无？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上帝，该这个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命令界面互恁，就是恁也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好，最主要的经文出现伫即个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平行的经文有另外两个所在，以及即个约翰福音上落尾会交代安尼每一个经文咧记载，拢有伊无共款的 context， 就是讲伊的处境、伊面对的人无共款比如讲马太福音，伊头前有交代讲，为什么耶稣会讲即句话这是马太较特别的所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直接讲到即个经学士来挑战耶稣路加福音较特别是后壁佫牵到另外一个譬如的故事，就是咱拢熟悉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因为迄个即个经学士为着要表达讲家己真对真熬，所以就佮问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了后耶稣才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譬如来问伊倒一个是祭司利未人，还是即个撒玛利亚人？倒一个是伊的厝边当然，咱就知影迄个结果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即个，所以伊每一个记载中心点拢共款，但是伊有无共款的处境，甲伊咧讲话对象，甲咱讲圣经写的要互读的即个对象无共款，所以伊的内容基本上有一点点差异，咱后壁会阁小可来分析啦来分析这个部分所以咱看起讲马太福音22章这个经文，甲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咧讲到新的界面，是因为法利赛人不满撒都该人去互耶稣基督，安尼甲伊回了后，伊就安尼无欢喜，然后佫另外伫边仔佫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结果，所以就有即个新的界面出来安尼啦所以你会当看讲伫整个的即个新的界面，也是讲伫耶稣的传福音的即个边仔有一群人有一群人，咱讲反对党啦有反对党就是你要看这是啥物人？祭司做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
有律法师吼，因拢是伫迄个所在咧挑战耶稣、试探耶稣吼。这试探上中心点的问题，诫命的中间倒一条上大啦吼。当然，咱知影伫新约咧讲的诫命，毋是咱即摆咧讲的新的诫命，吼。即个新的诫命的概念是耶稣伫即个所在，伫咧问答的即中间来整理出来。但是因咧讲的诫命是咧讲到伫摩西的诫命对10条诫对摩西的律法咧讲的即个部分。摩西律法有几条？拢总有613条。你若对出埃及记20章，咱前2摆咧讲这10条诫这咧这10条诫倒一条较重要伊好哪亲像伫这中间咧设一个圈套，要互耶稣你回答安尼嘛毋对，你回答安尼也毋对，倒一条较重要，拢毋对所以耶稣的回答足清楚病仔重要咱新的诫命一样也相反病仔重要这个就是咧回答用耶稣咱讲足有智慧的回答来回答因，互因无话通好讲咱时常看到即群人定定去互耶稣讲甲安尼喙单变下狗去，无法度讲话安尼所以因想讲要互耶稣做一个真歹选择的因为伊当讲倒一条较重要，拢有问题因为其实真正的就是诫命拢变重要，拢是上帝互咱的旨意嘛所以因想要安尼来掠掉耶稣基督的即个话病啦伊你看无即个诫命你安怎所以咱知影耶稣伫受掠去伫即个受审判的时阵，伊的一个罪名足重要的除了是政治罪以外伊讲伊家己自称做王嘛另外一个就是讲伊是要来安那来叫人莫去遵守摩西的律法用宗教的即个角度是用即条咧甲控告啦所以因一直要挑战耶稣对诫命的即种认知但是咱知影伊无达到因的目标啦那正着安尼，咱会当去倒转来真完整咧看即个诫命的即个观念，互咱会当更加了解10条诫真正的意义足侪人讲10条诫是种死的诫命其实10条诫就是生活的一个规范啦像咱讲伫19号发生的即个大车祸即个代志来讲即摆就是因为有人犯毋对，所以伊就开始来讨论讲70岁以后开车好毋好？所以法律就是要来规范人伫生活中间做了无介好势的所在，所以法律会增加袂减少啦基本上是安尼啦所以法律其实是一个生活很重要的准则，是爱活出迄个遵守律法的性命应该是这个精神啦毋是讲伫迄个所在安尼死法条安尼放伫遐安尼所以咱必须要强调诫命，毋是干那讲亲像法利赛人背啦，建校师用背要求别人尔定咱应该是诫命嘛，毋是用来试探人像撒旦伫旷野即个试探耶稣，伊拢嘛是引用圣经的话呢但是事实上，咱知影圣经的话是要来帮助咱伫生活，亲像迄个诫命共款启示录第2章约翰对士每拿教会天使所讲的，有一寡人掠做家己是犹太人，但是因却是撒旦会共党的因就是用圣经来咧拄耶稣甲撒旦咧试探耶稣意思共款啦但是耶稣基督伊就无共款伊用上帝的话来赢过试探，而且伊将这个诫命成做一个真重要。伊讲
恁毋通认为我要来废除诫命是要来成全吼，要来成全是一个足重要的，成全就是去实践吼，去实践去做啊。咱讲交通法规不是参考用的吼但是一寡规定有真侪人拢家己当做安那即个警察无看到就好啊吼，还是讲无去互掠着就无代志啊。就今仔日早起阮去伫工地勘验了后阮就甲连长长了、进村长了，甲即个全球公司的顾问孙正长了，阮就伫遐咱的门口遐咧开讲。我就看到一个骑倒摆就来吼。即个人吼，其实我较早住伫旧礼拜堂的时阵吼，我就定定看伊安尼做差不多是逐工的啦吼。伊就乌倒摆头前就载一包粪扫。知影咱迄附近有人清洁队的遮个小姐先生伫遐扫涂骹，扫就会放2包左右会放伫咱的迄个电筒边差不多10点外，即个粪扫车会来载。迄个人拢是粪扫车要来进前差不多10分钟，伊就甲因兜粪扫起来遐等。伊敢毋知影讲迄袂使？伊一定知嘛？伊敢毋知影讲伫新北市要等粪扫爱去买粪扫袋伊一定知，但是伊就是要咱咧讲的挑战法律的底线啦。伊若无互掠着，拢无代志。伊就感觉讲我赚到了，我今天又赚到一个垃圾袋的钱伫咱的社会其实有真侪亲像即种的法律赛派、杀毒界派经学师即种的人存在拢有啦所以诫命是爱用全性命活出来就是讲你这一定爱活伫即个诫命的内底，你才会当有一个新的性命的款式啦安尼来讲啦咱来看这个经文的比较啦对伫这个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我小可甲整理，我拄则咧讲马太福音有前因有前因伊的头前的原因就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来踢撒都该人的喙，因就自责然后好那亲像因就派迄律法师就对律法上熟的来考验安尼马可福音就直接咧讲到这个嘛是这个路加福音嘛是安尼当然重点就是咧讲到要安怎来挑战耶稣，倒一条是上重要，这是马太甲马可路加则讲老师，我应该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无共款的。咱咧讲的迄个处境所以伊的写的方法会无共款，然后就共款伫这所在，伊咧回答的，就是用申命记的诫命在讲的，就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种共款这伊用翻译就无共真甲专情我感觉这个全翻译较好啦全就是全部啦这是原文迄个字的真正的意思。真有当时就是感觉讲你只要尽力就好了都就没有关系。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讲你爱用全部我等下再甲解说这个部分好，所以耶稣就甲因回答用回答安尼就来耶稣的回答就是问伊问题嘛然后伊就来回答我拄则讲搁另外一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耶稣交代的命令就是爱三听爱三听这是接续伫马太福音咧讲的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三亲像爱听人然后耶稣伫遮讲，恁着爱彼此相听安尼这是伫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放伫新的诫命的后壁安尼就变做一个很完整的新的诫命的这个教示也是要求啦
好，咱来看吼，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听上帝嘛吼。所以咱看第一个讲，你着爱听上帝吼。对，第一个诫命来讲吼，第一个诫命，申命记经文4章29节讲，恁伫遐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时，你着爱尽心尽性来寻求伊吼。你若安尼时，着找会着。啊，这个回应啥物？这个我转来经文遮吼，这个回应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人咧问诶，伊讲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你知伊的问题拢对伫旧约咧挑战耶稣基督啦吼。所以伫遮咱来看，就讲你若尽心尽力来找，这就会找着。所以迄个经学师咧问耶稣律法安怎讲，其实伊拢知影，伊就用安尼条工要来挑战耶稣吼，要设陷阱啊，互耶稣落去跳安尼啦吼。所以伫旧约甲新约拢总出现安尼诶教导吼，听上帝爱尽心尽力听上帝，这拢总30几摆吼。10诫中间咱嘛讲着爱敬拜上帝吼，啊，只有独一的上帝，袂当做偶像，袂当叫做借上帝的名吼，啊，着爱守安息日，啊，这是拢共款的吼，拢共款。听上帝就是咱咧讲第4诫头前吼，这个咧讲的要求安尼吼。所以伫即个内底咧讲，这是上重要诶吼。伫个进前咧讲诶种，耶稣基督提到着听上帝，这是第一项，而且是个上重要诶代志吼。当然，伊本身就是安尼嘛，伊定定伫新约咱看见讲耶稣讲，爸找我来吼，啊，伊安怎遵守爸吼，啊，爸踮伫伊内面吼，伊伫咧强调即个部分。啊，若遵守耶稣基督诫命诶人，嘛伫因诶内面，啊，爸嘛伫即个遵守诶人诶内面，就是会当得到迄个永远活。啊，好哪亲像主祷文嘛安尼甲咱教示啊，就是当咱若遵守上帝诶诫命，咱迄个上帝国就临在伫咱诶中间啦吼。所以咱知影这一群犹太背景诶人，因真了解诫命，但是因用诫命。用上帝诶话，用圣经诶话，却是咧试探挑战人，吼，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提醒啦，吼，是一个提醒。当咱要用圣经咧指责一个人诶时阵，批评一个人诶时阵，爱真细致倒来思考即个部分，吼，好，所以马太福音基本上咱知影，伊是互犹太人诶福音书，所以真强调即个观念，吼，也互因。无话通讲吼，所以事实上，耶稣的重点其实是放伫第2个啦。你若用路加福音来回应马太福音来讲，咱就知影，其实耶稣基督的重点是放伫第2个。虽然伊讲第2个也是共款，第2个也相反吼，第2个也相参像吼。第一个最重要嘛是头一个吼。第2个嘛边仔重要，所以无即个嘛袂使，无听上帝嘛袂使，无听人嘛袂使。好，一个题外话，顺续甲咱讲，当有人咧甲咱问一个话，就是讲，你看即个人毋是基督徒，但是伊吼做足好诶代志，做慈善啦，替人起厝啦，替人扫涂骹啦，吼安怎？伊会甲你问讲，伊会当去天堂无？咱有当时拄着即个话，咱毋知要安怎回答啦吼。咱会当安尼回答，就是讲，照着圣经诶教导，天堂是上帝遐诶，上帝诶家，耶稣基督为咱准备诶。所以，若无听上帝，无捌上帝，亲像约翰福音14章耶稣所讲诶，我就是道路。真理道路活命，若无遮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毋捌上帝，就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家。咱安尼就真清楚啊！这是圣经的话，毋是因为咱讲吼。所以咱若拄着无信主的朋友，也是讲咱的朋友咧甲咱挑战即个问题的时阵，咱会当安尼来去甲伊回答，
来去甲伊讲安尼吼，这是顺续讲诶代志吼。所以两项代志边仔重要，一个是疼上帝，一个是疼人。但是我拄则一直强调几若摆，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是咧强调疼人这项代志，因为你若无疼人，你袂当讲我是疼上帝。吼，耶稣伫别个所在嘛捌讲过吼，你要去敬拜上帝诶时阵，你若想着你得罪你诶兄弟，你就影先甲伊解决。所以疼人是非常重要，因为疼人是咧表达你是有疼上帝真正诶心，吼，是即个概念伫即个所在吼。马太福音12章31节讲，无搁再有比即两条会改变搁较大吼，所以即个耶稣讲，即个希腊文第一个讲第一重要是讲伫即个进前吼，即个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要成做一个选民，成做一个犹太人，也是咱现代讲，咱要成做一个基督徒，疼上帝是一定爱。但是疼上帝要安怎建立正确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个你要疼表达你疼上帝的心，就是爱用疼人来表达。所以你要疼人之前，你就爱先疼上帝，因为咱是对圣经捌上帝，嘛对圣经领受着改变，嘛对圣经知，咱就爱疼人亲像家己。要用安尼来表明咱是疼上帝，咱捌上帝安尼吼，所以上时伊强调疼人嘛是甲疼上帝共款的重要，这是马可福音甲咱讲真清楚拄则咧讲缺一不可啦，吼，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亲像好，咱跳较远呢，伫中国世代，伫天主教的体制内底有修道院，吼，有修道院，有真济的修士是一世人拢伫修道院内底，吼，拢伫修道院内底。马丁路德讲吼，即种的人毋是真正基督徒，所以马丁路德伊捌伫修院内底用苦行来反悔家己的罪，伊尾也讲我讲，这毋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伊就主张着爱行出来伫咧外口，用疼上帝的心来疼人，安尼来改变教会，改变咱对真理的认识吼。所以咱知影讲，修道主义主张人爱甲上帝足好的关系，爱认罪，甚至拍家己，残忍的打自己，悔罪。其实圣经无安尼甲咱讲啦吼，圣经来讲疼上帝爱亲像疼人共款，要怎疼人，就爱疼人亲像家己吼。所以迄个疼家己嘛是足重要一个基础吼，疼上帝甲疼人缺一不可吼。好，伫遮咱就知影讲路加福音咧讲的是疼厝边啦吼。好，伫遮咧讲着讲，你着爱安怎疼上帝吼。伊讲你爱先尽心吼，又讲有诶经文讲3项啦吼，有诶讲4项，所以牧师就甲即4项拢放伫遮来讲吼。原文伊讲诶意思，第一个尽心就是讲 heart 吼，咱时常着伫迄个男女咧交往诶即中间，咱有听过迄种故事讲，你有爱我无？有哦，我足爱你诶，无你心挖出来，我看你偌爱我吼。迄个心毋是即种心脏的心啦吼，咱知影心代表是啥？心代表生命，你若无心脏，你绝对无生命嘛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伫原文的意思，心其实是内在的一个生命吼。咱台湾人咧讲心吼，讲你爱用心做代志吼，迄个心是咧讲心思意念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了解即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内在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意愿吼。你得爱用你全部的心，付上你的心来爱上帝。这个心若讲做是生命，就是讲付上你的生命来爱上帝吼，用你的生命来疼上帝吼。好。原文的翻译是安尼吼 ，with all your heart， 吼伫即个 heart 单数嘛吼，咱知影就是这单数就是讲用
全部你的心、你的性命，无论是你讲专心啦、专情啦、专力啦、专意啦，吼，拢共款。其实就是讲，即个有诶翻译做一心一意啦。吼，你敢若想即项代志啦，你敢若想听上帝即项代志尔，吼。现代中央日本翻译叫全心吼，这我较爱诶翻译吼，因为迄是较甲原文较接近诶意思啦吼。好，真性吼，原文诶意思是说，就是讲咱用灵魂啦吼，啊灵魂嘛咧讲性命。你讲一个人无灵魂，伊诶性命敢若行尸走肉嘛吼，所以灵魂嘛是咧指性命。你注意看吼，真心嘛是咧讲性命，真性咧灵魂嘛咧讲性命啦吼，嘿啊，咱知影伫圣经诶内底吼，就是安尼咧讲着迄个性命吼，啊，伫创世纪诶经文嘛是安尼讲吼，这是爱，就是共款咧讲着性命吼，啊。这个真性这个字吼，是这个字啊，伫遮是翻译做性命吼，就翻译做性命。好，讲为着你的性命，你毋通逃命，佮嘛毋通，你都爱逃命啦，毋通回头啦吼。拄则这个经文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吼，所以甲伊伫生命记6章50的这个专情，这个是共一字哦吼。这是咱若无去对原文去思考的时，咱就毋知影讲哦，这原来是共一个字吼。所以这个专情的情，这个灵魂嘛是咧真清楚吼。咧往上关第2章第4节翻译吼，伫这所在讲，你的子孙啊，谨慎家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来行伫我的面前，就无断人不断的人吼，会当坐伫以色列的国位啦吼。所以你的子孙，你若遵守，用全性命来行伫上帝面头前，就永永远远吼。耶利米书32章41节翻译讲，爱专心一意吼，专心一意，就是用全部的性命为着因来谋福利，还是讲祝福安尼吼。现在日本的翻译就是共款吼，嘛是尽意啦吼，这一意甲尽意意思也是一样的吼，共款的字吼。后来尽力吼，尽力就是用你的所有的能力。咱定定咧笑一个人讲吼，迄人搬物件搬甲平平惨，用伊食恁所有的力哦，就是讲自出世以来咱拢用出来，意思就是讲用了全部的力量的意思啦哈。全部的力量，到你如果没有力了，你就死了。这其实嘛，讲甲上落尾嘛，伊嘛是咧用性命啦吼。尽心尽性尽力吼，就用全性命来归向耶和华上帝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吼。马可福音12章30节讲，你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是4个的吼，同时出现了吼。尽性甲尽意很接近啦吼，很接近吼。伫这个所在有翻译做灵魂有翻译做你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你的 mind， 甲咱第一个咧讲的尽心，佫有一点仔类似，有的翻译会有共款的意思吼。其实讲倒转来，无论伊咧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倒一项，其实拢是咧讲着爱用全性命来听上帝吼，用全生命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这是伫以色列的原文的语言咧表达的吼，就是讲 with all， 将你所有的、你全部的，咱若要讲，就是咧讲着耶稣咧讲迄个伫圣殿内底、会堂内底，迄个寡妇所献的2个钱，咱知迄2个钱基本上就是伊生活的全部。伊用全部来奉献。另外迄个有钱的人是伊落地内底剩的银角会甲落入去安尼。所以这是无共款的部分。虽然迄个有钱的人伊落地内底银角比这寡妇的2个钱较济，但是耶稣讲，这个人伊是真正听上帝，因为伊甲全部来献予上帝大概是这安尼的思考啦
第二个部分就是新的改名的第二届，就是疼人吼。嘛即两项拢毋是耶稣会特别的教导啦吼，但是耶稣甲即个改名的中间，甲伊浓缩起来吼。上界早出现的经文是伫利未记19章18节吼，我捌甲咱分享过，即段的经文是我硕士论文写基督教伦理看对待，我用即个来做我的即个论证的一个信仰基础安尼啦吼。好，就是讲毋通报仇，就亲像迄个10条诫诫命，还是讲摩西的律法，伊拢用禁止的吼。不可这样做，你不可这样做，像即摆讲红灯你不可行安怎共款袂使，就是一个禁止，但是伊最主要是要爱来后壁积极的一个改变，就是爱疼人亲像家己爱疼人亲像家己。咱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安尼就是讲伫即个伫旧的诫命中间，真少看到较积极正向的要求啦爱疼厝边，爱疼人亲像家己，其他拢是用禁止的不可比较多好，旧约中间咱常常看到禁止你袂使安怎做，袂使10条诫的中间第5诫到第10诫就是安尼毋通求你厝边啦毋通偷窃啦，毋通杀人啦安尼。马太福音第5章17节18节耶稣讲，我拄则已经有引用即段经文，讲毋通想讲我要来废掉律法甲先知，我毋是要来废掉，是要来成全即个成全的意思是，你爱去甲伊完成伊讲一点一画也袂当废除。虽然耶稣讲的足精简、足短但是伊甲所有诫命的精神拢包含伫迄个内底亲像保罗嘛有讲咱上存的只有真善美毋是啦就是讲信心、仰望、疼痛三项疼痛是第一大的啦所以咱知影即个相反伫原来意思是讲亲像安尼 like it 佮另外一个翻译叫做equal 平等我常讲用即个天平放伫遮啦你知影你若咧卖黄金是卖较贵重的宝石的时阵即两边袂当有一边较重啦袂当有一边较重你若砝码较重表示你欺骗人，你若物件较重就迄个卖人就了钱所以即两个就爱足平共款。你疼上帝甲疼人亲像家己是平仔重要，拢爱做平济，因为你做疼人亲像家己，就表达你是疼上帝遮尔济所以耶稣其实咧表达你后壁即个足重要的代志。咱主要讲用路加福音的经文来看，耶稣所要强调的是，你得爱疼人亲像家己的厝边，安尼疼人亲像家己所以耶稣足有智慧咧回答因啦用问题来问因，互因家己去回答讲到尾来就喙拢掂去啦所以因有宗教的热诚，有背圣经的热诚，但是却欠过种疼人实践的精神啦疼人实践的精神疼人亲像家己，就是讲你得爱甲你疼家己同款的标准来做，这是上帝互世间人的标准。你毋免伤济，毋免亲像耶稣牺牲性命但是爱疼人亲像家己像圣餐的这个诫命咧讲，着安尼行来纪念我。当咱有疼人亲像家己，就是表达咱是疼上帝，用安尼来纪念上帝所以伫这个新的诫命中间，咱会当看真清楚啦有真济现代拢是咧违反迄个上帝的旨意啦咱讲伫武汉肺炎了后加州即马加州已经足歹徛起啦
除了厝真贵吼，啊，全美国油钱上贵的嘛是伫加州啦吼。啊，毋但安尼尔吼，迄个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即个感觉内底吼传染足严重吼，啊，所以伊就拢甲迄个犯罪的人吼拢放出去，啊，放出去了吼，开始足侪人犯罪呢，啊，要安怎？伊当啊甲迄个犯罪标准变悬，你知影950块以下，你敲电话去警察，警察无去插你。950块偌济钱？咱用1,000块算吼，即摆台票较贵啦吼，啊，大概3万块台票吼，拢袂去互甲你掠去，也袂去判刑安尼啦吼。啊，所以有诶商店吼，到尾啊吼，一块纱文伊嘛甲你标$950啦。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你若甲我偷摕任何一样物件，你着爱，我着会当报警察安尼啊吼。这已经足变态诶一种咱讲行政也好，还是讲政治吼即个商家嘛只好安尼来变安尼吼。啊，所以伫即个情形内底，咱就知影讲啊，即个律法其实毋是咧规范人做好。颠倒搁较宽容互迄个歹代志吼，但是咱知影改命律法是要叫咱来做好，这个好是因为咱疼上帝，所以咱的性命得着改变，得着改变，对伫疼人来证明咱是疼上帝。如果咱拢有即种的心，你嘛袂去偷摕迄个别人的物件，亲像10条戒改变讲毋通偷摕嘛，啊。咱若拄着有需要的人，我讲落底仔认出来的钱，无拄比迄较少啦吼。所以，当两个拢无法遵守法律，还是讲无法度遵守上帝改变的时阵，会愈变愈差啦，会愈变愈差。啊，咱若遵守上帝的改变，用疼人的心，咱无需要律法，因为咱的标准比律法较。一般的律法啦，吼，我咧讲一般的律法，咱比一般的律法较严格，咱嘛知影袂当偷摕，咱嘛知影拄着遮个可怜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咱会去帮助，吼。啊，这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两条路。啊，伫即个中间咧讲着先知甲律法的总拳头，先知是咧讲上帝有言甲即个教示的人，律法当然是咧指摩西的律法。啊，所以伫旧约的传统内底，就是用即两个做主体，就即两个做主体，就是先知甲律法，即两个嘛是伫变魔山顶是安怎耶稣会甲两个一个先知的代表，一个律法的代表。做伙出现，这就是一个显现讲耶稣就是先知的总拳头，律法的总拳头，咧表达即个物件啦，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对犹太人来讲，迄个先知甲律法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耶稣伫遮嘛真清楚来讲，这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袂当去改变。亲像伫马太福音5章所讲的，嘛袂去甲消除，一点一画拢袂去消除，拢着爱遵守遵守所以伫改编上到尾，咱搁来看一个，就是讲我用新的改编，互恁就是恁着三定，亲像我捌听恁共款，恁也着安尼三定，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所以想出一条新的改编，互咱就是要爱互咱去遵守伊伫即个所在讲真清楚恁着爱去遵守，恁着三定，这是一个遵守所以咱咧讲爱听上帝的话我较爱迄个台语的翻译啦。台语的翻译讲着爱听叹听叹即个古早台语的翻译安尼听叹是讲听以外，阁有尊叹、遵行的意思啦听上帝的诫命，听上帝的话。这只有听而已亲像古早的宣教师咧讲来听道理所以足侪基督徒拢听道理尔毋是爱听叹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实践不是那么容易哦，呃，这个当咱知影讲，这个咱的身躯边有一寡人需要关心的时阵，咱要安怎用同款的心情去甲因关心，用听家己的角度方法安尼，好。所以，伫即个耶稣伫约翰福音上落尾即个新诫命的尾啊，咧讲的即个听上帝甲听家己，听人亲像家己，这是上重要吼。宣告即个新的诫命的内容，就是要爱互咱去接受吼，留落典范，伊对世骹对伫即个留落真好的典范，来互咱来彼此相听吼。所以基督徒的命嘛是安尼来的。咱定讲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你若用迄个 Christian 就叫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你若咧讲是应该安尼基督徒是尾啊才翻译做基督徒啦但是就是讲，当初是引用希腊文咧讲着，即群人伫安提阿因的生活。因即阵就是照耶稣的生活方式，所以因甲伊其实是咧甲因笑啦笑讲即阵拢就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啦，照伊的生活方式，所以了后才翻译做基督徒所以咱要被称作基督徒，迄个意思就是咱得爱有耶稣的典范来彼此相听，彼此相卡。上帝国亲像伫地面上，这是主祷文讲的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咱讲伫教会也好，伫咱的生活也好咱拢会当成做一个天国的子民甲你问讲教会是无形的啦无形的就是一个性命的展现，就是讲你爱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这就伊讲这叫做真教会啦这是加里门对伫这个教会伊的教会观的迄个款式所以信徒爱活出上帝教导的款式咱就知影讲这是诫命。伫耶稣甲咱讲着讲，即足重要，听上帝甲听人是拢共款，所以咱得爱实践。当咱有实践的时阵，众人要对安尼知，这是一个见证安尼咱得爱来成就伊所交代咱的代志做学徒，做一个学习的人来跟对伊的骹步来行呢好，以上。有人要分享无？后是要问，所以若要甲新的诫命甲10条诫放做伙，就是1到4诫第1诫到第4诫，就是咧讲听上帝。我主张是对第4诫后壁一直到第10诫是听人听人亲像家己所以你看我是安怎要主张甲第4诫后壁面，伊讲你着爱守安好，你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你爱互你的后生查某囝，你的女婢、奴仆、出外人、精生嘛得到安息这是爱人如己的精神，不是吗？所以咱就知影讲，迄个诫命其实耶稣伫遮用足简单的方法，甲伊浓缩甲咱提醒安尼有无？无要结束之前，我小分享者啦咱今仔日我先甲录音关起是咧。